来看当年11月，新竹的乌鱼就开始大出。今年因为天气真适合乌鱼放卵，产量来到10万尾左右，比平旧年是加倍1倍。啊，那乌鱼子的价数嘛称悬，半斤就要1030块。渔民当咧无用收渔网，看到湾仔内底乌鱼活跳跳，大家是笑甲真欢喜。今年因为天气适合乌鱼生长，佮加上新竹独有的九降风，乌鱼数量参去年比起来，产量顶倍，价数嘛是20多年来上好的。去年的产量比今年少蛮多的原因也是那时候受疫情的影响一些班员不愿意养太多那今年的乌鱼子的价格已经超过1000块所以也比较多人愿意养。比如说我们这只乌鱼可能它长到8两，但是有的养殖户它比较紧张，6两半就收成起来了，差1两的话是差不多100块。来到处理场，黄景云的乌鱼子满时，经过加工立拍，一片一片，和大家合作乌金的乌鱼子，就算完成。我们的乌鱼子也是因为有九降风的因素，所以渔民这个时候11月份九降风来，就是他们采收的时间我们这个虽然乌鱼养殖区不大，但是今年的产值还有到10万尾左右它的产值大概有1亿新竹县新港附近饲乌鱼的面积有481公顷，估计今年乌鱼产量有10万尾，在地渔民会当讲是有一个好年冬。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